鐘聲又再響起，童話噩夢無法停止，玻璃係沾滿鮮血，邊個仲記得當初天真？王子帶佢離開黑夜，以為幸福終於開始，點知導火燒穿一切，惡酒慢慢侵蝕內心，鏡裏面個樣開始扭曲，白色長裙染成血紅，佢已經分唔清愛定恨，痛苦吞噬所有感情。行月灌木封鎖月光，王子都喺佢懷裏面，我見到佢對眼發抖，但再聽唔到以前笑聲。血色玻璃係散滿一地，童話最後變成悲劇，愛同恨原來只差一步，冇人逃得過命運。午夜沒再冇歌聲，破碎鐘聲響遍長廊，佢的眼淚沉落血色月光，靈魂再翻唔到轉頭。低聲躲喺黑暗，妒忌變成痛苦心願，佢將最愛嗰個人封入黑月水晶罐裏面，我得返少少法力，冇辦法改變世界，唯有靠住百寶之袋，揾最後希望碎片。真正解除詛咒嘅人，從來唔係力量同刀劍，就算傷到遍體鱗傷，依然願意深愛對方。當王子親吻佢一刻，再就終於開始分裂，而嗰滴遲來嘅眼淚，打開第二道夢魘。血色玻璃係慢慢粉碎，怨恨最後化成眼淚。如果痛苦會令人墮落，原諒係咪仲算珍貴？午夜盡頭佢終於痛哭，破碎靈魂慢慢收成，而我拾起過的悲傷眼淚，走向下一場噩夢。午夜鐘聲慢慢消散。